10月31万圣节，这是西洋的鬼仔节，真侪人会去装作妖魔鬼怪去参加 party、参加活动。若是装好了后，想要坐坐温呢，乡亲民众爱特别注意，因为台北坐温即马有发出声明，讲是若是装甲伤过惊人，坐温公司是会当拒绝载这款人就车，若是口腔袂听，上当阁会当罚7500。一只大只的野狼坐伫车厢，无细离，赶紧甲尾溜收起来。这是网友抛出旧年万圣节在捷运的影片，真趣味嘛真惊人。今年万圣节特别到啊，这个西洋的鬼仔节会有真侪变鬼变怪打扮。台北捷运公司发出声明表示，若是装甲伤过惊人，去吓惊到其他的乘客，捷运公司是会当拒绝这款人就车的。若是可能唔听，坚持搁要就车，是会互人罚1500块至7500块。我记得他租的是那个木乃伊，他身上泼满了血，然后后来就是被捷运站在门口挡住，不能让他搭上这班列车。应该要避免过于暴露、血腥或者是过度恐怖的鬼怪装扮。对此，民众有无同款的意见？有的民众认为会影响到其他的旅客，会甲人吓惊到，确实是无好，支持捷运公司的规定。大野狼可能在童话故事里是比较反派之类的角色，对吧？就可能才会看到这些会怕，可能还是要自己骑车或开车去。不过，嘛有民众认为万圣节本来就是一个装作妖魔鬼怪节日，连一寡地方政府拢有咧举办活动，政府应该开放予参加活动的民众坐车，甚至可以当结合万圣节来举办一个活动。那个大家的装备如果几趴，就是有办可能80%之类可以免费，免费管他的，是吗？对，就是反正我就是要装扮嘛，也没办法。服装业者是建议需要坐捷运去参加万圣节的民众，小几啊卡过奖多穿这装备，会当到活动的现场才穿起哩。不过业者嘛讲，通常恐怖的不是服装，是伪装。台北捷运嘛表示，捷运是大众运输，建议民众享受节日嘛要尊重其他的乘客。记者陈阿选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